Hello， 欢迎来到勾勾公好坊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敏华，我最近想要买一些客家点心送给同事吃，你帮我推荐一个。一定要买客家菜包，真的超好吃的哦。菜包应该就是菜包的意思吧？那我想要问的是，这个菜包另外一种有一种绿绿的菜包要叫什么？哦，那个不是菜包，那个叫做捏板。捏板，艾草板吗？对，艾草板就是捏板。哦，那这个艾草板、捏板跟菜包，它里面除了包我们最常吃的萝卜丝啦、菜脯之外，有包肉吗？有，它有包猪肉。哦，猪肉是猪肉吧？对。那如果我们要说菜包真的是很受欢迎的客家点心，要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菜包黑一斗年，爱食鸡客家点心。菜包黑一斗年，爱食鸡客家点心。哦，你说的我都肚子饿了。现在就让大家不要肚子饿，跟着勾勾公好坊的镜头，我们一块去吃菜包哦。阿姨，客家粽有什么好吃的？有啊，当到菜包当好食啦。哦，台上拢摆了种的菜包，拢通当好食当香。一菜包变对料，拢慢慢强壮啦。那老板娘，我要2个菜包。好。老板娘，那里面到底包什么啊？里面有包菜头丝、猪肉、虾仁、香菇、虾皮和泰山。这么丰富啊！係啊，含個皮啊浸泡，里邊都包當包。那老板娘，你的捏板还有吗？大家都说你的捏板很好吃哎。買睇睇呢？哈，捏板卖完了。係啊。那不然我多買幾個菜包回去吃好了。好啊。我買一點給同事吃。哦。你推荐的那个菜包豆好食，好好吃真的超好吃的。你看办公室人把它吃光光了。不过呢，别顾着吃哦，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好啊，菜包怎么说呢？菜包。菜包。那另外一种绿色的呢，叫做艾草板。艾草板怎么说呢？艾草板是捏板。捏板。那么菜包还有捏板里面呢，都会包的肉，猪肉怎么说？猪肉叫做猪肉。猪肉。那如果说菜包是很受欢迎的客家点心，要怎么讲呢？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：菜包黑一斗年，爱食鸡客家点心。菜包黑一斗年，爱食鸡客家点心。哇，现在不能跟你们多说了，我们要赶快去抢菜包喽！我要吃捏板。今天勾勾公好坊跟大家说再见喽！再见，拜拜。